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6月13日，从诗篇学祷告，将赞美带进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47到48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47篇2节，要敬畏至高的上主，他是大君王，统治全世界。马丁路德他曾经这样说，最使魔鬼生气的莫过于宣讲、谈论并歌唱基督，所以我喜欢歌唱基督。每次在会堂内大声唱歌的时候，就如同把魔鬼打败，大唱得胜凯歌一样。哇，我们看到今天这2篇经文，感觉就是像在唱歌。我相信这几篇的诗篇是我们普世的人就是要来颂赞神，我们神的名字要传遍天下，因为我们的主用正义来统治。实在是我们真的是要用，就像诗人一样哈。我们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些诗篇的经文说到要万民以拍掌呼喊来赞美神，接着他就提到要用角声来赞美，并且用悟性来歌颂。这一切为的就是要将荣耀尊贵归给这一位配得我们颂赞的神。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可是至高大，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他爱我们，他坐在圣宝座上治理万国。还有世界的盾牌都是属于神的。亲爱的大家，我们如果不起来赞美我们用心灵和真实真理来敬拜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耐得住实在是我们心中有一种澎湃，对不对？因为我们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一次来唱这一位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心中就真的是澎湃不已我想大家可以听得见音乐牧师其实在讲这篇诗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读了，我的心一直这个雀跃，一种的满心禁不住的那种狂喜即便我知道我其实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电梯在换新的过程中，这个爬楼梯一天爬了6次之后，从1楼到2楼而已我不是由牧师到8楼。其实就会发现永远18岁只剩一张嘴没看你真的原来我平常能够走路是神的恩典我每一次感受到说哇，我的神你真的很奇妙的，我真的只能来赞美你，否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说我心中那种激动若不是神他圣手扶持带领我来到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正好已经要进入第12年。神怎么知道我需要有电梯？不管在教会、新堂、牧师馆，在任何地方我都有电梯我们想这位神也太奇妙了吧，所以不得不我也要赞美这位神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写这个名言的人是谁他没有写名字，但这一位诗人他说，历史无论怎么变迁，昨日今日明日神都在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想到这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救赎，放在一个他要我们每一天用赞美
用我们的行动来赞美神，用我们的相信来赞美神，不是只有嘴巴啊，不是像音乐牧师说我存一个嘴，不是。而我们要使这世上敌基督的魔鬼生气，我们可以用宣讲，我们可以用谈论，我们可以用歌唱，更重要是我们带到神面前的那个赞美，是使我们的心真的是可以激动起来，使我们的心那个位置的高度可以在神的怜悯给我们那个高度，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困难就会变小。甚至我们看再远一点，我们真知道哇，我们的主早就安排一切那个图啊，我们看到神给我们那个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福分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真的只能赞美神啊。我们是什么人？神竟然这么爱我们，竟然邀请我们跟他同工。感谢主，神已经预告主耶稣基督得胜，一切的仇敌都会俯伏在我们主的面前。我们是信靠他的人，我们是属神国度里的人，我们要活出神国度那种神的位分那个高度。甚至我们可以像诗歌，我们有唱过这样诗歌：诸天之君尊啊，你为我奏凯歌，使我充满了从神的喜乐，充满我的心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充满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位分被他提高的主。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的主是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是这一位众人看见我们的主作王，他们就要惊慌，就要逃跑。我们的主是这一位万军的统帅，我们的上帝他在城里，他就要来保护这个城。我们的主是这一位我们历世历代都可以来信靠的，因为他是保护我们，他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被神保护的这位主。所以我们要听啊，我们要仔细在祷告中，我们要来听主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祷告完讲我们要讲的完以后，我们就再见拜拜，太可惜了。我们主要告诉我们，那又大又难的事，虽然我们很怕听啊，因为在人看不见得会是好消息，但是我们的神他的计划里的将来，现在我们就可以活出将来神的得胜力，好不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起来敬拜我们神，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成为属神的国家，上帝的城，上帝的城有神自己的保护，所以我们的国家不靠别的，我们的国家要靠神。神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城里，我们亲眼要看到神永远保护这城。世人都要起来颂赞神，因为神的名要传播天下。神用正义来统治，我们是他所保护的，我们就是起来赞美吧，好不好？我们来选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也可以跟今天在遇到困难，特别为我们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这2篇诗篇拿出来读，来宣告这位神，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诗人他呼吁全民来歌颂神，因为神是至高者，全地的君王。今天
很多的人是藐视神的，我们应当如何向世人做见证，高举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世上的每一位都要来颂赞你，因为你的名传遍天下，你用正义来统治这世上。主，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是至高，是可畏。主啊，你是治理全地。主啊，你是崇高、威严、荣耀的。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要用我们的掌声，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我们要使人真的是看见你的荣耀，使人归入到主你的名下。主，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你掌权，我们就知道我们稳妥在你的里面。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管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荣耀神，可以对人有帮助，走在主你的心意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的生命生活就是要带着主的赞美哦，赞美神的这个心态进入这世界，高举我们神的名哦。我们明天见。